听说你能力不错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出几个方案，让我挑一下，怎么样？雷总，这是上回您替我交的医药费，一共1700，请您收下。怎么？您是嫌不够吗？小苏，既然你还是收下吧。你为公司这么卖命，医药费理应公司承担，你不必这么认真吧？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谢谢雷总关心。不过我这人吧，有时候还真特较真儿，钱我是一定要给您的。好，我看出来了，杜小姐是不想欠我的，是吗？那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吩咐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对了，谢谢您让我回博远。小苏回来了，哎，小苏回来了，小苏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苏回来了，啊，我又回来啦！小苏，小苏回来了。小苏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小苏，我们大伙可都听说了你在拆迁工地的大事情。小苏，你太棒了！对呀，对呀，好棒啊！小苏，欢迎回来。宁总，这次回来不走了吧？希望如此吧。小苏，不要走了。对呀，别走了。对呀，晚上我们一起去聚餐好不好？啊，那今天晚上我请客。杜小苏，来一下我的办公室。我先过去一下，没事，你们先忙啊。好。你先去吧。这看气氛不太对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对呀，强迫人找他干嘛呀？蒋总，进来吧。恭喜你啊，这么快又回来了。我知道，宇征哥是看在阵容的份上多照顾照顾你。既然是这样，我有个新任务要交给你。蒋总有什么吩咐？这个是环球娱乐中心核心功能区的设计方案。这些人送上来的方案，我跟宇征哥都不是太满意。听说你能力不错，既然是这样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出几个方案，让我挑一下，怎么样3天，几个方案？怎么说，你也是学设计出身的，我这也是在帮你证明你自己。我们博远可是很重视人才的。好。